今日嚟到香港文化中心參加金像獎，出門口前我爭啲漏帶咗一樣好重要嘅嘢，就係入場券。入到嚟咧就見到好多唔同候選人嘅靚相擺咗喺度啦，而呢張就今日嘅門票啦，上面係印咗個名嘅實名門票。今年一如既往有份參與第一輪投票，能夠入場咧係正嘅，仲可以睇到啲電視直播睇唔到嘅畫面，例如發哥喺台上 selfie， 張繼聰喺開場前同來賓開 party， 仲有Eason喺台上聞歌起舞咁啊！我身後呢個 backdrop 咧係每一個嚟到嘅人咧，今晚都會喺度打卡嘅。既然喺度咁容易撞到人，我想問下大家最近一次入戲院睇嘅港產片係邊一套啦？同埋點樣可以支持香港電影多啲？新呢導演你好啊 ！Hello。對上一部入戲院睇嘅港產片係邊套？哇！對上一套係《我們不是什麼》。我們不是什麼。我們不是什麼。我們不是什麼。再見 UFO。再見 UFO。夜王。我對上一部入去戲院睇嘅港產片係《女孩不平凡》。你覺得大家可以點樣多啲支持香港電影？見戲就買飛啦，見戲就入去睇啦，擁抱我哋香港電影啦！真係有興趣或者好似有少少伏都入去睇咗先。如果你覺得套戲好睇，就話俾多啲人聽咯。因為我覺得最好嘅宣傳就係以後相傳啊。睇完嗰個 trailer 之後，欣賞下佢哋嘅主角啊、配角啊、所有剪接啊、音樂啊，但係入咗戲院先。我覺得可以屌嘅，但係入咗場睇先。我覺得港產片你讚好、屌好冇問題，入場睇咗先。好，佢話係，我係金童，我係金童。